另外，咱要来关心的是中国快艇并船的案件到今犹未收煞。昨泉州台办副主任李兆辉带家属去殡仪馆祭拜了后，就坐小三通返去中国。离开进前，伊阁呛讲台湾真无诚意，阁讲白贼，民进党爱来负担后果。也那咱陆委会是表示讲，这谈判犹阁咧进行，双方是先返去检讨甲清晰。上香。死者家属提香礼拜，情绪挡袂住鬼吼出来。中国一快艇并船两死的事件，中方海巡两边是真侪摆协商，拢宣告破局。海巡署金马病分署长陈树川亲身到场陪家属来念香，本地拍算大概送慰问金10万的人民票，但是互家属当场来拒绝。船明明是被装翻的，没有人来承担责任，连一句最简单的道歉都没有。我们心里很难过。我们就是各给10万块，跟原本谈的抚恤金是不一样的。不一样，这纯粹是我们对家属的一个抚慰的一个心意而已。那他们有收吗？我刚刚看到。没有，但是他们是希望说透过红会来转交。中方的代表团甲死者祭拜了，采购下晡2点坐小三通返去中国。泉州台办副主任李兆辉真生气讲，15天过去啊，同款是无得到死人信托的说明，而且讲法前后是斗袂起来，阁有真侪白贼，家属无必要继续斗落来，后果互民进党当局负责。台湾方面参加协商的人员已于3月3日离开金门，至今没有返回。毫无音信，充分表明民进党当局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，由此造成的后果由民进党当局负责。中方的代表话讲甲真硬，海巡署讲，期间才一摆协商，但是中方坚持提出无符合咱这边法律制度的要求，互双方的协商无共识，感觉真遗憾。但是共款会保持上大的诚意和开放态度，希望会当较紧来化解歧见。陆委会主委曲泰山嘛做出回应。倒没有所谓破局啦，我想有进展的，也有没有进展的嘛。双方应该各自回去检讨一下，请示一下。曹辉刚刚批台湾当局谎话的，是啊，这个话能信吗？中国快艇两死的事件一直烧，行政院长陈建仁呼吁中国爱理性务实做伙协商，互今系海峡和平稳定，确保双方民众的权益。伊嘛表示讲，专案即马已经进入司法侦办，相信检察官会做上好的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